再来看行政院提出的财委会修法的版本，伫顶礼拜已经送到立法院审议。针对财委会的修法，行政院长邓英泰是批评拿白，一档修法3改，真正是赶工的修法，互政府机制阁无要互中央甲地方有时间通沟通。院长嘛强调讲会阁甲地方继续来讨论。也毋过上新的消息是，中道在野党伫听事委员会已经以9-7表决通过，行政院版本的财委会爱暂缓立案。财委会的修法经过1年的调解攻防，到即马拢还未有结果。知影先是3读通过，再搁修版本的财委会，行政院版本的伫顶礼拜送到立法院要并复委审查，但是所有可能会互退转来。若要这个行政院无提供各县市的试算资料，常常讲要伫定数委员会甲行政院版的财委会退转去。对这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势回击，批评拿白是无守承诺，紧逼的修法互政府机制。结果是让政府要举债，要负担更多的债务，所以匆匆忙忙的是让政府破产，而且更严重的是，竟然不允许行政院从容容的跟地方沟通。杜英泰强调讲，这礼拜会持续来讨论，希望和地方来达成最高共识，有共识就有具体数字。伊表示，行政院版的财委会针对统筹分配税款、一般补助款和计划性补助款，加起来对地方的补助绝对是比114年度的数字更加悬。但是哪位无得插，不管中央动作上慢，因为财政部提不出试算表。财政部长就打电话给我，说试算表算不出来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当然不能互为啊。既然试算表都没有，那代表你也是闭门造车啊！没有人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阻挡行政院的财划法，因为财政是中央的权限，预算权就是行政权。民进党认为在野是赶紧乌白在修财委会，冲击地方的财政。乌有调野爱公平来看所有的版本，充分来讨论。另外，行政院敢会针对14已经3读通过的拿白财委会来提出复议。杜英泰在备询的时阵讲，最后的期限是27，希望这3天立法院会当有一寡作为，或这台失速的火车会当停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